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 Thermo Smart 電熱氈。呢張氈嘅發熱功能咧，可以幫助促進肌肉同埋關節嘅血液循環。如果你本身有肌肉酸痛啊、關節痛啊、腰背痛等等咧，佢嘅發熱功能咧，可以幫助你咧舒緩以上嘅症狀嘅。而家同大家介紹 Thermo Smart 電熱氈嘅控制器，中間呢個係開關掣，撳實佢，咁就着咗㗎喇。咁呢一邊咧係校溫度嘅，溫度可以由35度至到70度。呢張電熱氈咧有恆溫嘅功能嘅，所以唔怕過熱。另外亦都有時間掣，由10分鐘至到90分鐘。當夠鐘之後咧，張電熱氈咧會自動停嘅。電熱氈嘅全棉外套令到電熱氈可以有濕熱功能，令到導熱效果更加理想。另外，全棉外套係可以拆出嚟清洗嘅。呢張電熱氈嘅 size 係66×30cm， 基本上可以覆蓋晒兩個膝頭哥、腰同埋成個背脊。另外，電熱氈係有 CE 嘅認證。用呢張電熱氈嘅時候咧，有一啲情況係要注意嘅。我哋建議咧，電熱氈係平放喺你嘅患處，就唔好有摺疊嘅情況。另外，電熱氈咧係適合大部分人使用嘅，但係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皮膚感覺受損咧，用之前我建議係先諮詢你嘅醫護人員。如果你皮膚有傷口係未愈合，我哋就唔建議你使用啦。如果用電熱氈嘅時候有任何唔舒服、任何不適，我哋建議你立即停止使用，去尋求醫護人員嘅協助。